非常之多謝大家嚟到電影《不赦之罪》嘅香港首映禮。好，我哋有請導演林善、譚善陽，一眾主要演員包括黃秋生、蘇玉華、邱振豪、陳舒欣、陳子軒同埋監製廖婉紅，有請咁多位。喺呢個時間都見到有咁多人嚟睇呢部戲，令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呢個宇宙係真係有神嘅。自己有一個經歷就其實係好影響我點解咁想拍呢個故事。當我睇到 Anton 嗰個劇本都係講一個類似嘅主題同埋一個咁樣嘅戲劇嘅時候，我都好想拍呢一個戲。我寫嘅時候咧，我有一種感覺係我哋呢一代啦，係一個比較憤怒同埋好多痛苦嘅一代。好似牧師嘅角色啦，佢好想強迫自己放低個傷痛，佢人生都冇答案啦，即係究竟面對苦痛應該點樣做咧？最初呢個劇本其實係 Antonio 嘅畢業功課嚟嘅，總會嘅第一季總會拍電影就揀咗呢個項目嚟到做啦。呢套係我人生第一次電影，所以就希望自己私底下做多啲準備，令到自己要好像角色，然後同秋生哥嗰種對立嘅關係，希望可以做到出嚟。呢一件事嘅傷痛，我相信係咁容易可以體會得到，所以好靠同對手嘅交流啦，好需要當下嘅感受力咯。人即係唔多唔少都會經歷過一啲咁樣嘅嘢，你失去你嘅摯愛，你嗰種傷痛，你嗰種難過。咁希望觀眾睇嘅時候，佢哋都會有一種共鳴。我哋仲有啲工作人員喺中間，不如你哋一齊企起身。OK，喂，叫人買飛啊，最緊要。Okay，tell your friends，support Hong Kong film，support this amazingly beautiful film。